咱台湾这边成功大学的学生会，昨暝临时发起着社员的活动，学生大声来唱歌，要来捍卫自由人权。成功大学学生，大家做伙合唱香港乐团美样的名曲《海阔天空》。天香港反送中，想到抗议民众遭受镇暴警察的驱离，有女学生唱甲真不住流目屎。这场由成大学生会伫民书所发起的，我伫成大社员香港反送中活动的信息，原本以为大旗尾考参加学生袂伤多，想袂到吸引超过400名的学生来参加，也佮包括10外个香港、澳门的学生，大家拢希望会当帮香港反送中加油。声援在成大的香港同学们，因为他们其实现在在台湾或在学校里面，其实都心系着他们的家园，心系着他们的家人，这样，所以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去声援他们，让他们能够继续撑下去，然后继续加油。那学生小婷连成大副校长甲校务长嘛来声援。学校基于鼓励同学，也尊重同学参与公众事务，所以我们非常肯定学生能够站出来，为整个香港、台湾乃至于人类社会受到不公平、不正义对待的时候，能够勇于发声。来声援的学生嘛讲，每次社会运动就会启发每一个年代一群人。大家这么热情为香港抗疫民众加油，嘛，互伫台湾读册的香港学生非常感动。